台湾话艺术水个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向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来讲，迄天我听到阮厝边老爸咧骂囝，骂安那？骂讲咱庄头三时有准才咧闹热，总无讲人隔壁庄的送工丁来，你咧招人就爱高对下，要招人冤家属。即句三时有准，台语的成语，咱知影讲三。汉文发音莫做三，白话讲做三。三时有准，就是固定时阵，就是有时有准。加三爱读汉文，即句三时有准，表示毋是逐工咧闹热啦。啊，固定时阵喊得几时咧闹热，总无讲吼，你家己本庄的人咧招人外庄人来到位，咧招人冤家，你敢毋捌听人讲立济无刣人？老爸安尼咧甲囝念尔，换囝甲老爸应。讲啊，伊就看到我，但仔伫咧对伊比，伊就讲功夫三重五重，你要准啥？哇！即句三重五重，原来台语的成语，三甲五，但遮拢讲白话。啊，这伫咧解说，毋是固定，真正对一、两、三算来到五，毋是。三重五重是咧讲大范围，隔壁庄上工丁，甲即个做后生考试，讲功夫三重五重，就是你。啊，佫足有通练的啦！三重五重大范围的描写，时间足长的意思。有当着啊讲即落话，拢半咧共口说啊，三重五重啦，无遮简单啦，就是即款的应用。结果因老爸咧念囝，讲人是外庄人，你爱让人呢？啥物讲吼？安尼共拍甲着伤，我看当着爱找庄头的老大，三头两面，大家出来敲切哦。讲到即句三头两面。你听国生阿讲，国生头拄有讲汉文，伊莫做三，白话伊莫做三，啊三头两面，甲三重五重争差伫咧对。三重五重是大范围的，无得较真正三重，无得较真正五重。毋过若三头两面的时阵，是安那两面就两面，冤家两个人，就爱讲一个三头。国生说明互你听，因为头拄啊，国生即个剧情咧讲厝边兜老爸咧骂囝，老爸嘛甲囝讲，爱叫一个中人出来敲切。所以，这个中人坐中，冤家对方两边坐两头，安尼就是三头。啊，两个人坐对面就做两面。原来加一个人就是做中人，迄个安尼讲做三头。明，台湾人有影艺术，台湾人有影讲究，搁趣味。